早上好啊，怎么了？昨天没有睡好啊？算了，反正今天上学嘛，等一下上课的时候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啊！啊啊，对了，那这给你啊，不是我给你买的，这瓶牛奶是你往后面看，你男朋友让我给你的啦，不是要上课了吗？他就没有时间把这瓶牛奶递给你，然后就让我给你了，怎么样？够贴心吧？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牛奶钱是我付的，他是说要还我的。对啊，他今天早饭吃多了，然后钱都用光了，然后就让我代替了。你喝吧，再怎么说，我跟你那个人也是朋友嘛，对吧？哎，快喝啦！没看到他一直盯着你啊？哎，那个中午你有没有空啊？不是啊，你男朋友想约你中午去操场上，不知道干什么。嗯，那当然我问啊，我跟你这么近的啊，不是我问还他问啊。也是啊，这种事情应该他问的。算了啊，既然都这样子了，你跟我说吧，我等下转告他。啊，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啊，你不跟他吃吗？哦，也是啊。那行啊，大不了等一下我带你过去吧。我也怕你找不到路的，到时候他要怪我。好啦，那你准备一下。我们刚才这样说话，老师没有听到的吗？老师啊，怎么了？我跟我同学说吃饭的事情，没事吧？什么谈不谈恋爱的啊？我哪有说她是我女朋友了？哈，我们说的是隔壁班同学，就是操场上面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小年轻的，卿卿我我的，就应该管制一下。我是这个意思啊。再说了，老师您不是学生会对吧？书记嘛，那我们就想等一下告诉你嘛，想不到你现在就过来了，那是不是？老师，我错了，上课不应该讲话的，上课不应该谈这些东西的，上课应该好好听讲的。再加上我我不要脸，我不要脸，我不应该谈这种东西的。啊，老师啊，这样行不行啊？什么啊？哎，这不好吧？哎，不要告诉班主任，不要告诉班主任，我抄还不行吗？100遍吗？要修哎！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人真的是太恶心了。我就说了几句话，让我抄100。好了，不怨你的，这是我想说的。放心吧，也就100遍，至少他没有抓你，抓的是我。不然的话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嗨，我当然有办法了。我兄弟那么多，我大不了请他们吃顿饭，让他们一起帮我抄不就行了？真的是。好了好了，快，老师，我没有讲话。我刚才在将他借纸借笔，我等下要抄了嘛。哦，是，下课之后再抄。烦死了。好了，不能说话了。老师要是再听见的话，
我真的要吵1000遍10000遍了，到时候我请1顿饭，不要1顿10顿都不管用，我跟你讲。嘿嘿，老师。终于下课，走吧。你男朋友叫你，你先去跟他说吧。什么？直接去不好啊？阿豪，你过来了。那个，你女朋友有话跟你说。反正跟你们2个有关，跟我没有关系的。我先出去了。好。怎么了？怎么感觉你们2个脸色都不太好的？该不会……那就好，没有分手就好。那吃饭？好吧，那我们去吃饭吧。好，那我们超展见了。好，我会带他过去的。你说说你啊，阿豪都这样子了，你还让我陪你去？你不怕他吃醋的？再怎么说，他是你男朋友，我不是你男朋友啊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我之前没有表白？难道我表白了你就会拒绝他吗？他追了你多久？哎呀，不说这些了，咱们走吧。哎，你吃慢一点啊，这么多东西没人跟你抢。慢点吃啊，真的是。你要不要汤啊？我跟你去盛一碗。哎，那一碗饭我的，但是你要是不够的话，你可以选择性的吃一点，但给我留一点点啊。好，那我就给你盛汤了。学姐啊，你好。啊，不是，我没有一个人吃饭，我陪一个女同学。不是的，不是女朋友，我陪女同学吃饭，然后去找她男朋友的。怎么会呢，学姐？我怎么可能在躲你啊？真的是。那学姐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过去了，等下她要着急的。哎，好，学姐再见。哎，我回来了，你的汤。啊？谁啊？那个女生？你干嘛一直盯着我？哎，说来话长啊。那个女生呢，之前是一个社团的成员吧。我那时候正好有事情，就去那个社团里面。不知怎么的，她就向我要什么联络方式啊之类的，后面就天天传讯息给我。没有确认关系，我只是感觉有点好奇啊。好了，你吃的怎么样啊？哇，我这饭被吃光快了。算了，我等一下自己去小卖部买点吃的吧。那咱们现在先去超市找他，怎么样？行吧，走吧。喂，你干嘛？你牵着我的手干嘛？这样去操场多难看啊！再说了，那可是你男朋友，你这样牵着我，你给我吃糖干什么？叫我闭嘴！喂，你怎么回事啊？2个糖太多了。算了，听你的吧。好，我们来了。松手啊！
怎么牵着我的？这不是你想的那样子。我先走了。好了，我真的先走了，你们两个聊。搞什么啊？天哪！来啊，同学们，咱们今天呢，就是利用这几节课，咱们来确定一下活动啊。下周举行什么活动，你们自己举手发言，听到没有？不然的话，我们就改成自习课了啊。嘿，这次班队活动，你有什么想玩的，或者有什么好的想法？哦，对，我不应该问你的，你都脱单了，这种班队活动嘛，肯定是找时间跟你男朋友去私会了。哎，好好奇你们中午到底干了些什么？是不是也在小树林里面偷偷摸摸的 kiss 啊？没有啊？那你们在干嘛？什么啊？你陪他走了2圈？搞什么？你们俩就走路啊？哦，那算了，你没有意思。不对，是阿豪，那个男人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啊！我跟你讲，跟你走了2圈，要是我的话，我早就抱上那个女的，然后就直接啃，管他有没有老师，管他有没有旁边人，就啃。当然，如果是你的话，就不会了，毕竟我不是你男朋友，对不对？你搞什么啊？还好老师没有看到，你搞什么？这是教室哎，而且你男朋友在后面。我跟你讲，万一被那2个哪一个发现了，我都会死的。什么啊？什么叫做不管是在哪边，不管有没有老师，你都会 kiss？你你就想用这句话来损我是吗？好了，不跟你闹着玩了。你呀，还是跟阿豪好好的过下去。毕竟人家，追了你这么久，而且你也同意了，对不对？我的事情就不好说，你不要问我了。你现在是有男人的人，不要这样子。哦，对了，我等下下课马上就要回家的，你有没有事情啊？我就想，如果你没有事情的话，我们今天可以一起顺路走啊。毕竟我一个人走也挺无聊的，对吧？再说了，哎，你知不知道现在回家走路的时候，一般都是情侣啊，就我一个单身狗，我很没趣的。那如果你在我旁边的话，至少我们可以假装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就算了。可以吗？喂，你在干嘛？发消息？阿豪？喂，你搞什么？你是不是先跟他约定好了，今天要跟他回家的？什么叫没关系？算了吧。喂，受不了。算了，只要他不怪我就没事。你跟他说高年级同学？那行吧。那我们今天一起回家吧。啊？哦，老师啊，你叫我啊？平时我鬼点子多。那平时我鬼点子啊？那老师，你要我提活动建议吗？要不我们来一场
惊险刺激的王者荣耀怎么样？坐下就坐下嘛，你让我提的。废话，我刚才都没有想哎，我跟你一直在聊天哎，我怎么想啊？好了，先这样子，好好听老师的安排。万一明天我们如果可以去采购的话，正好可以组队。啊？哎，你觉得咱们这样子走回家，是不是有点对不起阿豪啊？毕竟他才是你的正牌男友嘛。我的话，只是你同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你就这样握住我的手了吗？搞什么？你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为什么要跟阿豪在一起啊？我也喜欢你啊，但是，又是中午的糖嘛，好吃啊，当然好吃啊。毕竟，你给我的糖都挺好吃的。好啊，走吧。我希望以后的日子里都有你在。我喜欢你。这个吻，只有你和我知道，不可以被别人知道的，好吗？I love you。哎，走吧。哇，天哪！好好握住我的手，千万不要放开了。要是松开来的话，我可会生气的。我可是东亚第一醋王哦。爱你。baby 啊，这支音频就要结束了哦，你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我哦。哦，对了，小九有个 QQ 群哦，要不要加一下？加嘛加嘛，好不好？你加了吗？